众大家早早，欢迎您收看今仔日9月初9的早起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是台北市中山区的台德街94巷，因为施工，所以地区有人是规栋厝拢起去，附近的学校甲车路嘛拢有出现逼顺。即马市政府是表示讲，建商伫咧挖涂骹的时阵，其实是无甲基座拍好在，才会出现意外。要毋过即马所有议员跳出来讲，其实进前都有人来တင်情，是建管处放互伊继续施工，才会发生意外。市长周万安是表示，一定会调查到底。徛伫悬的所在看落去，台北市中山区台德街94巷这个建案，建材卡土机临时变数拢放落去，东倒西歪，工人继续灌水灌浆来抢救，正平马路也拢闭了了。敢若强烈地震了后，路边出现一条大壁船，边仔的道明外桥学校后门的人行道，甚至变做长山，围墙也破一口真大坑，用直接看入去学校，跑道上挂有真深搁真长的壁船。台北市教育局紧急建议有防性停课。而且落落去一层楼的公寓状况暂时稳定，台北市府初步判断事故原因是边仔的新建案。挖落去到第3层，大约12公尺的所在时，无完全做好基础，连续壁无法度承受压力，所以讲破去，造成徛架拢崩落来。总共有7栋建筑保修的影响，拢要来持续监测。塌陷范围的四周围的一个建筑物，我们现在都有装设倾度仪，不稳定的一个状况，那它这个时候它就会显示出来。另外，议员陈义军提出公文质疑，民众伫4、5月时就发现徛架有壁损，向市府တင်情。相关单位6月来2摆勘查，认为徛架损害毋是施工造成，最少无危害公共安全，应继续施工的判定，才造成这情形。批评市府任意残害人命。裂缝因为可能有新旧问题，看起来因为当时判断是也不大，工地没有开挖啊。第3个又是说，其实又距离工地比较远，判断说这个不是施工造成的损害。那在这个4、5月份成型之后，其实实际在开挖过程就没有再收到正式的水泥成型。我们会回过头全面的检视整个事情的原委。如果建管处相关单位是依照相关规定执行，但是仍然在机制端发生问题，我们一定是全面检讨，该负起的责任，该汰换就会汰换。台北市长周万安讲，对着相关局处是毋是违失，后续的调查责任的归属，有处理不当的部分，一定依法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好，这个台德街自体立落的意外，一直到昨暗10点，是总共有201户撤离，454人是暂时住伫个饭店。即马市长周万安是下令讲，甲基泰建设、甲复业经济相关的7个建案，全部拢爱停工，要求因爱全权负责。要毋过，其实基泰建设其实呢是除了这个建案以外，因的董事长等等的高层嘛有牵涉到食钱，所以目前当咧侦办。这我要拿换洗衣服啊！你不换衣服怎么这么臭？你没有闻到吗？中秋想要登去换衫，台北市台德街面体立落去。根据台北市府统计，受影响的厝有7栋。加站暗时10点，总共安置201户454人到15间旅馆。暗过住户表示根本困不起，因为紧急撤离，什么都无在。不方便，真的人间地狱啦！那边在家他方便。对啊。你看，我们只有拿一把钥匙出来啊，什么都没有啊。今天也没有钱出，也没钱吃午饭啊。住户若要登去摕物件，要由市府人员陪伴，各地安全帽啊才能入去。我可以理解大家很急的心情，但是就是还是要接受台北市政府这个灾害指挥所的指示，我们慢慢放。安迪饭店按算提供到9月10日，台北市长周万安也到饭店慰问灾民。台北市府也提供急难救助金，每户上限6000块。基泰建设也用合作单位发5万块慰问金。台北市市议员王世坚7月到北检告发基泰建设涉嫌违反公共危险罪，建管处以基泰建设甲复业营造违反建筑法。并令7个工地停工，总共开发27万。劳动局也进行路检，认定6个工地违规，其中3个停工，分别罚3到30万。如果确定是要拆除重建，我们也会要求厂商负起责任。那这部分也会要征询住户相关的意见，针对住户相关的安置，还有衍生相关的费用，我也强力的要求建商一定负起
所有一切的责任。基台证据不只是建限董事长陈世平总经理房善勉涉嫌骗钱就业，去年10月互检调所查约谈，先后国期200万、150万交保，专案目前在侦办当中。基台因为大地崩塌事件损失金额爱个评估，估计车牌一开盘就跳空半停收视。记者综合报道。民生的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外界有传讲，这个超市公司伫进口鸡卵的时有成负4亿外，也毋过伫巴西报关的计数是干那3亿外，这当中是净差1亿。农业部即马是回应讲，因为有含运费甲相关的费用，所以计数才会无啥共款。袂当讲因为安尼，就来讲是调工要互厂商趁。农业部进前公布合约内容，超市进前先代付代表4.78亿，不过根据巴西官方资料，出口计数差不多1101万美金，以迄时阵的汇率来算，价差高达1.4亿，引起外界质疑。农业部车牌暗示回应，二环计数甲9项计数根本都无同，指责农业部独立超市是非常含糊的代志。巴西的蛋，它绝对不是开了一个任意门就可以自动跑到台湾来。那它之间必须经过一个长程的运输，所以这两个之间的差异包括了运费跟它的保险费。伊也强调，特别伫运费部分无共款配出运输路线无共，为路线直接划到其他港口个转运，运费也会无共。对外团结汇归2000美金，甲实际平均8500到9000美金有落差。不知道到目前为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管道是可以拿到2000美金？那如果拿得到的话，可以通知我们农业部，我们农业部很乐意用这样的一个价格，去订我们的船班。另外，汇贵的保险费也根据运的路线无共，有无共款的计算方式。超市进口巴西鸡卵争议有关的均价，各界拢希望农业部应公开完整资讯来化解疑虑。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佮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联合报讲，肺炎链球菌疫苗的注射对象，即马是65岁以上，要分3个阶段来注。也毋过开放的时间是10月初2，拄好甲公费的流感疫苗是同一天。佮加上9月底可能会当注莫德纳 XBB 1.5的新冠疫苗，所以到时阵3种疫苗人做伙，有真侪诊所拢烦恼讲会无用袂来。自由时报，国防部去年发表全民国防手册的范本，外界讲这部分内容甲现实是差伤济。今年因是推出全民国防应变手册，也毋过今年的版本，煞互人发现讲这封面的图毋是咱国军咧用的枪，也那家人甲宜兰的版本是出现共产党的图。中国时报，国际油价又搁起来啊！后礼拜开始，这拜因的汽油1公升会起到0.4块，Q5的会超过33块，这是当半以来上悬的纪录。另外，咱要来关心的是基本工资伫昨经过4点钟的讨论，即马是确定明年元旦开始会起到27470块，这是起超过4%，也若是算点钟的，是起到183块。劳团集合伫劳动部外国抗议，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西北伫劳动部顶场，对着场外抗议，劳工、资方、学者甲官方代表经过4点半钟讨论，综合消费者物价指数这因素，决定明年基本工资由26400块调升到27470块，时薪是比较这调幅由176块调到183块。基本工资月薪调整至27470元。时薪调整至183元，调幅大约是4.05%。对着今年拍破历年新纪的强势，调幅比外界有期较悬。柯明春强调，今年为了反映民生物价一直起，所以讲加27项重要民生物资的起号做参考。劳动部推估，月薪调悬了后，大约179万名劳工薪水会增加；时薪部分大约60万名薪水有增加，合计239万名薪水拢有增加。而基本工资对蔡政府上任以来，对20800块调悬到27470块，调幅超过37%，时薪调幅超过52%。我们希望能够去完成那个蔡英文总统的梦想啊，但是在整个的经济成长率那么低的情形下，不满意，但还是接受了。
对着这波调薪无亲像落风的有期，虽然无满意，毋过应接受。杨国主好认为调薪幅度超出预期，尊重毋过无保证。适度的调整基本工资，我们没有反对。有大选，执政党一定要调整基本工资，这是对劳工的一个承诺。劳动部强调，结果正紧来订步行政议协定，从明年元旦开始，基本工资应进行调整，也呼吁资方适度为劳工加薪水，才法度加人才留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台铁已经开放要予人订双实质廉价的车票，目前已经有超过21万张车票予人订去。也毋过，即马火车驾驶产业工会所发起了中秋甲双实质拢要依法休困的动员令，即马已经有超过80个司机做回来联署。工会是表示讲，台铁是有政治的介入，因是敢若看到台铁的土地也阁有资产，无顾到员工的安全甲权益。所以，因要照法律来休困。8月下晡，台北火车头大厅旅客袂少，听到台铁司机员为着甲资方谈判，可能伫中秋节、甲双十节依法休假来争取权益，大部分的旅客拢表示支持。对旅客来说是当然不太方便，不过站在人权跟员工权益方面，我是支持的。我是支持他们可以表达他们的诉求啦，对啊，因为其实可是中秋节罢工哦。对，那就是，对啊，真的是会旅客很不方便啊。由台铁司机员组的全国火车驾驶产业工会，伫初7发动员联合会员，批评台铁软正交通部无信用，政府给外挂，为了依护工课场的安全，会使用劳基法的劳权。伫中秋甲双十要依法休困，不爱加班。工会认为讲，因敢若看到公司化了后，重点拢伫台铁的资产甲土地，并无要义安全的问题。亲像司机员反映新买的列车运转的问题，却无得到具体回应。而且司机员的卡手无够，即马拜六拢爱出勤，休困日减领加班费，加班费领甲上紧绷，都搁互换做是补休困。毋过因为卡手无够，补休困是看有食无。台铁企业工会表示，目前知影发起联署的司机员已经超过80，会甲因小停到底。在执法其他过程当中，整个同等的权益保障要点。他们写的偷金减免，这也是事实啊。他们的团结度相当高了，如果要联署，一定会几乎达到100%。我现在还是努力协调化解中呢，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目标，也是能够维护所有大众的权益。台铁回应讲，因为涉及员工权益的条文纳入处罚，拢要经过行政程序，会持续拍拼化解意见无同的所在，以莫影响廉价疏运为上大的目标。因交通部表示，已经有车处长吴湘林甲工会积极沟通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台铁又搁出代志咯！伫咧昨日，也就是9月初7，有一台落南的自强号，竟然是有团体的旅客伫咧车厢内底来唱卡拉 OK， 影响到其他的旅客。另外，昨早起即个落南的805车帮，因的打动的信号出现问题，所以台铁是赶紧互旅客来换车。啊，这项事故也影响到其他的车帮，有真侪旅客是气喘喘。旅客徛咧唱歌，也有人摕麦克徛伫走道来炒热气氛。明明是坐台铁，敢若是伫旅行团游览车顶边，互人看到戆去。讲话是还好，不会很吵，我也可以体谅。我想说算了。没多久以后，他就直接点歌，他先唱，带动大家去点歌。我是从头听到，我是整个头在痛。初7一台南下的新自强号列车，机小姐对中华上车了无偌久，公车厢就出现团体人客伫唱歌，一唱30多分钟，也无看到列车长出来阻止。这样不 OK 啊，很吵哎。台铁讲，团体人客伫台中上车，继续化了，发现旅客使用麦克有心可劝，了顺路无发现唱歌的情形，也毋甲车厢唱歌比较，高铁各种事故恐加互旅客更加困扰。本列车将回到苗栗站更换列车组。列车公布了后，倒开登记表列站，初8早起将近8点，南下805车次停表列站时，发现动车的信号无正常，为着安全，只好安排旅客换车，造成除了805车次，要至少3班南下车次延误，因为乘客不满。过程中就是已经有停下来，必须说真的是很困扰，因为是拖了1个小时多，我到9点17、18分才到台中出站，其他车子都还不能进苗栗站，所以我卡在大概离苗栗站剩不到1分钟的地方，它车子就停了，大概就等了30几到40分钟。
对着各种高铁回应，当下已经成立应变中心，协助进一步查收各种原因，确保运行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文化的消息要带大家来看的是，伫高雄在地的上河歌戏剧团，因今年是满29年。剧团最近是甲木莲救庙的古册戏重新改编，佮加入现代的元素，变作是歌戏音乐剧。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卖。打定演员手摕着道具，清查金丝丝，手定甲传统歌戏无啥共款，嘛真有气势。高雄在地上河歌戏剧团，今年这出年度大戏是讲传统木莲救庙故事来重新改编，佮添一寡现代新的元素，将歌戏结合音乐剧，互观众目睭所看到、耳孔所听到有无共款的感受。对观众来讲，这是一个真新的一种试验啦，吼。就是讲，咱虽然用的是木莲救母这个老故事，不过咱用的是一个新的概念，还有用一个现代甲地角的跨时空的做法去甲它展现。所以我感觉对观众来讲，恁等于是今日来剧场看一出歌戏，看一个音乐剧。上河歌戏剧团今年满29周年了。这出歌戏除了保留传统的气味，特别将武戏甲音乐剧斗做伙，来配合时代脚步，特别将传统歌戏创新改编，就是吸引少年人对歌戏有兴趣。观众大家就是时代，我嘛希望会当互少年辈会当去来看歌戏，即摆的歌戏到底会当变做安那？因为每一种演出其实伊拢在变，伊拢在变化。初地木莲教教要伫16、17号2天开演，现代化歌戏，互这出戏真有看头。创新的表演，就是要互传统歌戏的出路愈来愈快。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已经举办第12年的台湾文博会，伫今年的9月2日要来开幕。今年呢是伫台北来举行，这回这个展览馆呢是数量上济的，除了上山的分场、华山等等园区以外，即马阁有铁道博物馆嘛要来加入，而且这届是联合台北、台南甲台东的博物馆，正做是头一届下关市的文化博览会。鲜艳的马戏棚出现伫台北故宫总，为这片场所带来丰富色彩。2023台湾文博会展馆重点就对空总出发。我们想把这2个场域打开，那打开之后呢，其实让创作者进来，以野生台湾文化物种大发现的这个主题呢，让很多创作的特有种以及他们所独特代表台湾文化魅力的作品，可以在这几个园区给开展开来。今年的文博会重回台北举行，5大场所除了故宫总以外，也串联上山分区、华山甲花圃。而且伫整修作业的国家铁道博物馆也开放部分的园区，和民众先参观一下。大约我们开放了27500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在台北市区难得一见的铁路的乘车的体验，包含铁道的电影、铁道车辆的实地的展览，以及我们会在文博会期间贩售文博会特定的铁路便当。这是在一个首都最精华地带的一个文化遗址，它要转型成我们台湾第一个铁道博物馆，全世界少数唯一能够在现址能够让它复驶动态复驶的地点。那这一次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脉络当中看到它这次的开箱。那台北主展区今年文博也串联国立台湾博物馆、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甲日兰扎博物馆这场馆，打破2年来文博展馆上水，并且头一摆看出只有一个馆区举行的记录。利用表演艺术、建筑装置、工艺设计，也各种文创 IP 的授权，和台湾第一位文创实力，就由文博会和全世界来看到。记者综合报道。风台海葵的环流是继续咧影响香港。伫9月初7暗时是落大水雨，这雨量已经打破100外冬来的记录。即马香港的天文台是发布上悬级数的乌色警报，一直到昨，规个香港是拢浸伫咧水内底，甚至是发生了水崩山的意外。即马学校甲高市伫咧昨是拢暂停一天，到达有100外人受伤。经过一暝大水雨一直拼落来，香港西北是大范围淹水，大路敢若亲像串流的河。
高种车辆用吊伫内底，民众撩水经过，过程真危险。大水也流去港铁关洞线黄大仙站，对车1半暝就赶紧关起来。边仔商场地下楼应该满满。港岛东部小旗湾山区是严重土石流，大石头甲山水规下落来，车规台落去路崩去的大坑内底。完全冇見過啊！第一次俾我見到係咁嚴重咯。之前嗰啲打風啊，嗰啲都冇呢個咁嚴重嘅情況，睇到都好恐怖啊！當地車北停課無停班，嚴過公車地鐵、大眾運輸是嚴重受阻礙。大水已經引到真濟民眾厝的門口，港府呼籲頭家愛看情形處理，莫強迫員工冒險出群。香港高市也暫停交易。Near the water was about a metre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 so no chance. I've been trying to also get up to Lanto Yacht Club, so I've been waiting for an Uber that keeps cancelling and reconfirming every 15 minutes. So 受到海葵风台村的环流影響，香港對星期暗時開始大水雨，警戒一直調到相關的烏色保護者頂級。深夜11到12點中間，落雨量達到758.1毫米，創下當地139年氣象觀測史上相關的紀錄。烏色警報持續到7月中到，也創下持續上高紀錄。真濟民眾通報調的無倒出來，也有人互大水沖走，就已經造成200人受傷。另外，廣東深圳車車出現嚴重地質性大水後，7月透早放水。外地深圳的香港新界地區可能因處理淹水更加嚴重，嚴過深圳當局報道提前有夠時間來通知。港府發布新聞稿時間剩16分鐘，引發民眾批評。預計未來2天天氣猶無穩定，一直到11號量才減弱。公視新聞是會長編譯。這細隻晚蠅是生了真高水哦，也毋過呢，最近佇個表檢所來發現講，即個外來的物種呢，因為探種探過磅，所以即馬數量已經超過5萬隻，對本土的物種是造成了威脅。即馬表檢的官方是當咧拍拼控制即個晚蠅的數量，另外共款帶來威脅的也閣有沙魚。佇個澳洲東北部的外海有一隻船受到沙魚的攻擊。加在船頂3個人攏平安無代誌。咱叫做洗手銜的原商爬去樹頂偷食物件，雖然真高水，毋過這位北美洲來外來物種，即幾年佇比利時南部華南區過度生態數量有5萬多隻。不止常常走去郊區農場偷食雞仔，甚至已經對本土物種帶來威脅。Ça porte atteinte aux espèces qui sont indigènes ici. Du coup, ils volent leur habitat, ils volent leur nourriture, ils se font concurrence, ils peuvent même se tuer entre eux parfois. Ils tuent aussi la petite faune, comme les petits oiseaux qui nichent au sol, même dans les arbres, puisqu'ils sont très agiles pour monter dans les arbres. 因為世界南三洲都互人叫因本屬鳥銜的臭名，林務管理當局為挽救佇個險境的烏關或者是回山影仔這物種，不得已對因採取個別菩薩手段。Donc c'est une espèce avec laquelle on va être forcé de cohabiter quoi qu'il en soit, et donc la destruction des individus est une solution parfois dont on ne peut pas se passer. 華龍當地立冬出身的環境首長，嚟甲動物團體協商，希望用生設陷阱個菩薩的方式控制數量，也呼籲民眾唔通擱飼原熊。另外，喺澳洲雖然沙魚真少主動攻擊人類，毋過3個喺環球探險之旅的查甫人，設頭西長期雙體船。經過澳洲東北部外海時陣，向互觀眾者沙魚圍攻，將船尾架一地落來。We try to pump because it's possible to keep floating more if you just pumping. And bless to the Creator. It's Mikey, just help. 30個人發出求信號，好加在及時互一隻運輸船救上岸。雖然因的船已經海去，毋過好加在是命猶閣佇咧。公視新聞張惠敏編輯。今仔日天氣如何？天氣報你知，帶大家做回來了解。北部地區24到32度。中部地區25到32度，南部地區24到30度，東部地區是23到30度，外島地區26到30度。
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个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